对，甲咱今日下礼拜所有同在，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搁一届用你的听，用你的恩典，互阮三个组织来到圣殿，做伙来敬拜你。阮知这是你对阮极大的听。每一届阮三个组织的时，阮就感受到，阮是你所听的囝儿。阮通将阮逐款的欠缺需要，逐款的重担交代伫你，你也确实要用你满满的恩典来款待阮。主，阮即时要准备开始阮的礼拜，恳求你也互阮有安静的心，通来甲你三千军，也通过甲你三千军，会当得到对你来的快乐，成做阮生活生命的帮助。主，特别今日是北区大专曙光的奉献主日，我们恳求你，互阮所有兄弟通过做伙关心大道，或者大专的曙光会当顺利来进行。也通过大专的曙光，真侪少年人因的帮助，因一生的快乐。主，将阮今日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甲每一位服侍同工三个弟弟，也阮手所做的，真做你所欢喜，真做你所祝福。也通过阮的服侍，会当带领所有兄弟姊妹来到你面前。搁一届将阮每一位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看顾、保守、带领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来啊，咱就耶和华唱歌，又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就来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来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隆重的上帝。兄弟姊妹平安。咱们三甲做伙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73首，大咱感谢上帝，大咱感谢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真济，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甲地，想使万行米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想使活命甲气力，互阮通伫即个世界，甲所有的人以及万米共同生活、拍拼甲起造。伫你的面前，阮要为着阮犯罪、违背你的命令。伫言语甲行为的中间，得失人做出侪侪无合你心意，互阮常常忧闷反悔来认罪。望会当得到上帝的赦免，撤销阮的罪过，重新起造，互阮的心神拢通得到换新，无搁再亲像杨家走迷，行家己的偏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摒空阮家己。用祝福祈祷代替辱骂指责，也要用栽稳知足的心，谦卑领受上帝的恩典，过简朴的生活。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超过1年久，到今也无法度停止。恳求天父上帝透放你的信息甲公义，紧紧来平息这个纷争，互和平也会当早一日临到这两个国家。这个月初。伫土耳其甲叙利亚迄个所在，也陆续来发生6到7级的大地震，超过4万几个人被埋伫房厝的内面来死亡。
面对着亲人死失甲家园的破坏，迫切需要上帝你的安慰甲帮衬。恳求天父上帝将你的听放伫因的中间，成做因的倚靠，成做因的力量，互因通伫你的内面，早一日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的生活。伫你的面前，阮也要为着阮内面有人因为艰苦病痛，心神肉体衰烂，经济发生困难，也有人为着亲人死失一直行袂出来的，阮拢恭敬一一摆咧伫上帝的脚前，恳求上帝按现康来听阮的祈祷，将你的安慰、医治甲平安，甲阮每一位三甲弟做伙，互阮来脱离目前的困境。阮知，阮安尼祈祷无够额，这时阵，阮要用上帝所教示阮的主祷文，齐声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传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要来交托启应文，请掀开圣诗后壁面第39页，启应文第25篇，也就是诗篇121篇。我来请兄姐来引。我要举目望山，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歹势。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是耶和华。日时太阳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生活对带来诗歌，要带咱来学罗上帝。今仔要用的诗歌是你敢毋知？你敢毋知？
咱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传道书第3章第1节到15节，请掀开中文译本847页，台语汉语本728页。我要用台语汉语中文译本来恭读。传道书第3章第1节。天下万事拢有定期，拢有上帝特定的时间。生有时，死有时；灾症有时，满足有时；杀害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起造有时；啼哭有时，欢笑有时；哀伤有时，跳舞有时；同房有时，分房有时；亲热有时，冷淡有时。超车有时，为实有时；保存有时，气杀有时；拆裂有时，补天有时；谈争有时，对话有时；疼惜有时，怨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第9节，安尼咱一切的劳碌有啥物路用呢？我看出上帝互咱派沉重的担。伊为万项特定适当的时间，伊互咱有永怀的意识，却无互咱完全明白伊一切的作为。所以我想，人不如常常欢乐，一生享福。13节，咱应该啉食，享受辛劳的成果，这是上帝的恩赐。我知上帝所做的一切永远长存。人无法度对上帝的作为有所增减。上帝安尼做，是要互人敬畏伊。15节，
即摆的事，也是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早前已经有过。上帝互三共款的事重复出现，愿上帝祝福听耶和华也照耶和华去行的人。今早起，张双凯张牧师来伫咱的中间，伊为咱传讲的信息是认真过好每一天，认真过好每一天，请咱恭敬来领受。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我早起会当伫这个所在，甲大家做分享上帝话，邀请咱同心来祈祷。尊的上帝，你是阮生命主，阮看见阮的生命是你所想事、你所创造，阮会当认捌你，就入伫上帝殿院，有原是上帝你水的心意。主阮深知。阮敬拜你，火热的心，并未因为天气寒冷受到影响。阮较清楚明白，不管是甚物款的时阵，不管是甚物款的境遇，阮拢爱聚集伫上帝殿院来敬拜上帝你。愿主你的话只是运行伫阮的会中，进入伫阮的心中，互阮听见上帝对阮的教示。祈祷靠耶稣的名求，阿门。我毋知咱拄仔听看这段经文的时，你有甚物款的感觉？真侪时阵，咱伫教会中读这段经文，改成拢是伫个别礼拜的事。我要出门的时，阮牧师娘甲我讲：“你有没有搞错啊？你今日哪会用这段经文？特别今日是北区大专学生纪念主日的时，你太要用这段经文？”确实，真侪时阵。咱这段经文伫教会内底，咱拢个别礼拜时伫接触这段经文，甚至诗班时常伫个别礼拜时，吟的诗歌，拢歌词内底拢有这段经文。确实，早起要用这段经文，等下咱就知为什么我要选这段经文伫学生中心纪念主日，甲大家分享。但是伫这段经文，我相信咱拄啊，亲像咱的聚会当中，咱长老带咱读的时。有一个词不断重复，大家敢有听到？倒一个词？有时，有时，一直不断重复。其实，伫咱中文圣经，也是咱台语版的圣经，因为咱的翻译的缘故，迄个有时，拢是伫每一句后壁，迄个有时，有时一直出来。伫原文希伯来文的原文圣经是用 ans， 是伫每一句的头前。所以你有趣味，你会当看英文版的圣经，伊每一句是用 a time 伫头前，不管是伫头前还是后壁，伫读这段经文的时，迄个有时会不断出现。特别伫早前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内底，迄印刷还未发明的时，因时常拢是用听的方式来听上帝话，所以就亲像咱拄仔共款。咱伫听咱的聚会当中，伫读这段经文的时，有时不断重复，互咱感受到，这有时某一个程度有一个真强烈的意涵伫这内底。其实咱看这段经文，用犹太人文化中是迄个对比，这事件来去组成头前咱所看这段经文，迄个有时。不断出现的时，对犹太人来讲，因听到这段经文，因会真紧去想到创世纪第1章的经文。创世纪第1章的经文所记载是什么事？是上帝创造天地的事。我相信在座咱兄弟对创世纪第1章，咱拢真熟。上帝创造天地的时是有规律的。有次序的，有上帝的事，所以其实伫这段经文内底，咱嘛看到是要帮助听到这段经文的兄弟，特别伫犹太人内底去体会世间万物拢有伊的事，四季的运转有伊的事，人的生命有伊的事。人生碰到真侪事，拢有伊的事。这个事是掌握伫上帝的手，
这个事乃是伫上帝心意中，互人来去经验体会。人如果要明白这位上帝心意，爱伫迄个事的内底，才法度来去晓悟。真侪时阵，咱读到这的时，可能有一个感受。确实，基督教信仰是一个人讲宿命论啊，万事拢伫上帝手，拢伫上帝的时。确实，人面对这事的时，只能双手一摊啊，拢是上帝的时啦。但是如果咱继续伫看这段经文，继续接落的时，又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呢。如果经文你继续看落，看到12节、13节的时，经文反倒转，互咱看到什么？好好享受你的性命，好好来去啉食吧。个想有个无共款啊呢？个像是享乐主义呢？到底基督教信仰所显明的是宿命论呢，还是享乐主义？有人想要将这两个听起来、看起来好像是极端的想法，要甲综合起来。伊讲检查基督教信仰所讲是什么？宿命论中的享乐主义，也就是讲什么拢是上帝手，拢是上帝时，人无法度知影，安尼要安怎？咱就好好享受咱的性命吧。但是真侪时阵，我要讲如果有人做这种的调合的时，我时常讲这个假教啊。其实某一个程度，这段经文唔是安尼来理解，反倒等是扭曲这段经文要表明的意涵嘛。其实如果咱真正来看，对第一节一直看到15节，这所有的经文的时，要互咱去看见，传道书的拄则要提醒真要紧的事，就是人的性命，咱拢要认真面对生命中每一项事。人要认真面对你生命中每一项事，也就是应该休困的时，你都要好好休困；应该工作的时，你都要好好工作；应该哀伤的时，你都好好哀伤；应该欢喜的时，你都好好欢喜。因为生命有真侪事，拢有上帝的事。当你认真投入伫人生生命每一项事内底时，你认真伫这事内底，你应该怎样，你就认真怎样的时，你就会经验到上帝恩典。确实真侪事，咱检查伫咱的生活内底，伫顺境的时，还是讲伫好事的时，咱检查会当体会，我认真投入，哇，得到这成果。感谢主，感谢上帝恩典。但是兄弟，如果伫无好的代志顶面咧，伫困苦顶面咧，伫哀伤顶面咧，咱检查习惯讲上帝卖啦，唔通安尼啦，唔通互我去面对这事。确实，传道书拄则提醒咱，哀伤的事，你都好好认真哀伤。面对艰苦的时，你都要好好去认真面对这艰苦。咱会感觉讲有够残忍的，但是兄弟，其实咱去想看卖，面对这艰苦困境的时，人如果认真投入的过程内底，会有一种的感受，倒一种，家己的有限程度显明出来。我真正无法度我这真正到我的紧绷啊！人的有限伫迄所在显明出来时，其实传道书拄则就互咱看见，伫迄个时，你就会去感受、体会、经验到无限的上帝其实是甲你同在。当你面对有限的时，你体会无限的上帝伫你的身躯边，甲你做伙面对这个事，经验这个事，甲你做伙来去三经这个事的事。伫人的有限内底经验到上帝无限，
伫人的有限内底体会，原来甲我同行上帝是这样的上帝的事。其实真侪时阵，会伫困境中、伫艰难中，更较体会上帝恩典。传道书的读者就是安尼提醒咱：有限的人，咱来顺服伫上帝的权柄。都亲像咱拄啊献歌队带咱吟的诗歌一样，你敢毋知？咱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吗？当咱面对咱生活每一事，咱有上帝时，上帝接你，咱顺服的时，将咱有限的性命交托伫永远的上帝圣手的时，人生命中的意义，人生命中的价值，人生命中就会伫这过程内底深刻体会上帝恩典。这是传道书这段经文，互咱看见一个真要紧的假事。特别传道书伫犹太人文化传统的时，是伫大了仔时会来读的一段一讲册。大了仔就是祝棚节，是犹太人去悼念伊的祖先伫旷野漂流的一个祭祀。拄啊好，这个祭祀嘛是因去修行的事。所以大了仔犹太人时常。一家伙啊，大大细细规个家族，大家拢斗阵做伙，听阿公阿祖来讲故。早前咱的祖先是怎样？阿祖这旧年讲过啊，前年嘛讲过啊，颠覆又搁颠覆。确实，伫这事嘛是真侪少年人以爱自集的事。咱检察讲较无聊，已经拢听过啊，有啥物搁要自集？这犹原是犹太人传统内底，互少年人会当去熟悉的时机，所以看较顺眼的时，父母就会当出来讲亲情。所以咱会当去想象，伫这种场合内底，少年人去听到传道书内底所讲的内容的时，伫因的生活处境内底面对这事的时，因检察就会开始思考。安尼，我的生命意义到底是甚么？我的人生到底要怎样行？因检察去问：为什么要结婚？因检察去想：哇，旧年修行较好，对我的生命、对我人生的帮助是甚么？旧年修行较歹，我艰苦做到要死，确实修行较歹的时，到底有甚么意义？当这青年开始想这事的时，因为家己的有限，甲上帝无限来相赌的时，因的生命开始重新去敲出我的生命到底要怎样行？其实这嘛是为什么伫早起大专纪念主日时，我要选择这段经文，因为对真侪大专学生来讲，现今的大专学生无大了仔。无迄个机会，互因好好来去思考家己的生命。确实，伫上帝恩典中有学生中心。学生中心的辅导工作者，就是陪伴这学生囡仔，伫这个时来搁一遍好好审视家己生命要紧的时刻。我相信，咱都知大专对人生来讲是一个要紧的时刻，是因认真追求知识的时刻。是因来好好去思考我的人生要怎样行的时刻，来探讨家己生命价值，审视家己生命意义的时刻。其实，真侪大专学生的事，伫这个时刻，嘛是因认真打工的时刻。这个时，嘛是因认真参与社团活动的时刻。甚至这个是因认真交男朋友、女朋友的事。当这大专青年认真伫因的生活、因的课业、因的交往的事，大专学生中心的辅导工作者就陪伴伫因身躯边。当因考调好的成绩，因考调研究所，这学生中心的辅导工作者就是伫因身躯边陪伴因。
同款，当因面对因的课业，我还认真读册，确实嘛，互教授断掉，到底为什么？学生中心的辅导工作者伫身躯边陪伴因，因认真交往，确实还是被分手，规个人哭甲骂哭甲半暝，嘛是学生中心的工作者辅导陪伴因伫因的身躯边。当因伫这个时刻开始去问太安呢？当因伫这个时刻，搁一遍去想讲，安尼我的人生要怎样行？当学生中心的工作者陪伴伫因身躯边的时，搁将信仰带到因的生命的时，因会看见，伫家己有限生命过程内底，原来有一个无限的上帝，会当成做我的帮衬，会当成做我的倚靠。伫我过来人生，这无限的上帝会做伙陪伴我、引带我、带领我。这时，这个上帝就袂过是爸爸妈妈的上帝、阿公阿妈的上帝。这时，这个上帝就进入伫因生命内底，成做因的上帝。但是学生中心的王团队会甲大家报告学生中心的事工，咱就会当较清楚明白学生中心因所做事工是怎样甲这学生囡仔斗阵做伙，互因人生伫这个时刻的时，伫家己去超找生命意义价值，借着因的陪伴，互这学生囡仔去明白无限的上帝，成做因要紧的帮衬。相对对，我相信对咱在座每一位兄弟来讲，检测咱在座无拄拄现主是大专学生，但是其实这段经文嘛，对咱真要紧的提醒。不管你的人生是行到倒一个坎站，倒一个段落，你参与伫什么款的工课顶面，这段经文嘛，对咱真要紧的提醒。咱有好好认真过每一天无？当你应该爱敬拜时，你有好好认真敬拜无？当你要服侍时，你有好好认真服侍无？当你会当放假休困的时，你有好好认真休困无？当你会当啉食的时，你有好好认真啉食无？经文提醒咱，当咱认真投入伫应该参与的事件内底，应该做的代志顶面的时，咱会体会无限的上帝确实是甲咱同在。检测咱的能力有限，检测伫这事投入的过程内底，去发现讲原来我是遐卑微，我能力真正有限。但是当你搁一遍将你的性命交托伫上帝圣手的时，无限的上帝会伫你有限的时，甲你同在；无限的上帝会甲你做伙面对你生命中所经验到这些事；无限的上帝甲你同在，甲你做伙面对这些事的时，你就会体会，原来这位上帝就亲像咱拄仔圣歌队所吟的歌词内底这样的上帝，伊互咱有快乐，互咱有能力。互咱得到安慰，互咱得到鼓励，互咱真正得到安息。愿上帝真正帮助咱，伫上帝互咱的恩典中，认真过每一日。当咱认真投入每一日这事的时，咱就会当体会无限的上帝甲咱同在，体会这无限的上帝伫咱生命中所享受各种的恩典，同心来祈祷。做愿你的恩甲阮同在，阮是卑微有限的人，阮面对阮的生命真侪事的时，真侪时阵，阮感受到阮的欠缺。但是上帝，你是无限的上帝，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永远的主宰。当阮将阮有限的生命交托伫你永远圣手的时，阮发现阮的生命伫你的手中，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
当阮认真过阮的日子，当阮生活中每一事，阮专心专注、认真投入的时，上帝你甲阮同在，你陪伴阮，你引带阮，你带领阮。伫个过程内底，阮会当更较深刻体会上帝你的疼，你的恩，嘛会当更较深深去领受上帝你放伫阮生命中真济阮所料想袂到的恩典甲疼惜。祈祷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那么继续来吟诗回应上帝的疼。圣诗324首，圣诗324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请起立来吟全首。真济。本主日是总会所定北区大专事工的奉献主日，那么请王博贤团队来做事工的报告。
无中敬听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台北大专的博贤传道，真欢喜会讲来遮，两位兄弟报告大专的事工。我相信伫遮应该有咱真侪的忠诚的志气，不管你是倒一个大专，咱为台北到高雄，为台北到台东，拢有大专中心，所以遮应该有真侪有安尼志气。我拄则来到教会时阵，就有几个人啊，和我讲啊，我是大专的志气，我做过倒一个主席安尼。台北大专是七星中会和台北中会做伙来合作的一个事工。我嘛和中会大专和全台湾的大专中心有真侪合作的事工。阮大专目前有4位的牧者同工，有我，有宣真牧师，伫北中有恩育传道和新慈传道。除了阮4个牧者同工以外，伫真侪牧长同工的做伙祈祷的中间，阮发现讲，无一定爱牧者的身份才会当来陪伴学生。好亲像阮嘛有真侪咱教会的团契，还是咱教会小组的小组长，还是团契会长，无一定是牧师。所以阮有3位的全职的辅导，因虽然毋捌读过神学院，总是因伫陪伴学生和学生因的生活的过程中间，会当和因有真好的互动。所以因诚做第一线来牧养学生的同工，另外阮遮的牧者就会当诚做因的帮zan和因做伙来牧养团契。嘛特别感谢咱双连教会伫过去真久的时间，到伫今年开始，继续来支持阮的这全职辅导因的社礼，非常感谢咱双连教会。当然，咱嘛有行政的同工来帮助阮，嘛有一个看正手边迄穿乌衫的姊妹，伊是阮的小编同工。即马这个时代是网络的时代，伊替咱做真侪网络的互动、社群的经营。阮即马伫全台北有18个中青团契，有超过300位的学生伫中青团契来聚会、做伙成长。总是因来团契要做啥？要因的需求是啥？我互因4个部分的培养。头一个是门徒教育，第2个是心灵关顾，第3个是实务装备，第4个是宣教实践。伫门徒教育中间，伫团契中有查经班，有读书会，有讲座，互所有人会当伫遮有信仰的教育。除了信仰的教育，也嘛有心灵的关顾。今年开始，我有一个轻深呼吸，每礼拜暗时。阮4位的牧者同工会有短讲，互因的心灵会当得到照顾，互因对上帝的话阁得到快乐。阮嘛有全人照顾营，这个营会咱看人可能哪会遐少，哪会遐少人来参加，因为这个营会是一个接近闭境的营会，互一寡有需求的学生来到遮，因的心灵会得到充实。过来，当然嘛有实务的装备，有互因同工训练、团体动力，互因未来毕业了后，搁转来教会，诚做教会真好的同工。除了这以外，阮阁有罗马字班、白话字班，互因来大学读册的时阵，有机会嘛来学罗马字，以后来教会唱圣诗，就会看罗马字，免看汉字，这嘛真重要，培养因母语的能力。最后。学遐济要创啥？当然嘛是爱出去宣教。所以我有营会筹备，有福音队，有服务队，嘛有土地的关怀、社会的关怀，关怀这个社会，将信仰爱活伫生命中间。总是因的生活，大学生的生活，即马有一寡困境和挑战。首先，即马 COVID-19 了后，大家讲挂喙安。有2年的时间，有真侪学校是线上上课。即卖学生还是即卖少年人，他们熟悉小团体，熟悉个人。总是我嘛希望，
咱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群体的信仰，咱嘛无应该拢踮伫家己的厝里，嘛无应该拢伫线上礼拜，嘛是倒来教会中间。所以因有即款的困境，相是因对伊的未来嘛真无愿望。为什么？即马大家以前讲24K 嘛，即马无遐惨，即马是30K。总是所有的学生拢想讲，我出去食头路就食迄30K 的工作，所以呢，希望为自己的学历镀金。因为做啥？辅系双主修，然后可以去啥？去找实习。即马就得实习，可是无钱哦，大概知影无？无薪实习。因的焦虑和因的生活中间，钱足侪物件到伊生活中间，失去因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好好了解家己的机会。所以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望我当帮助这学生，因的世界和因的信仰会当有一个平衡。总是做几件代志，不是讲两句话就会使，对不？你要看开一点啊！你不要那么多实习啊，要来教会啊！咱讲甲嘴甲全破，绝对无路用的啦！这种代志，性命的代志，要接到陪伴，才会当帮助因成长。所以邀请大家会当成做阮的带导者。2023年台北大专有几项代志开始在做，邀请大家为咱来祈祷。头一项，阮即摆搁在开拓团契，有一寡大学内底也无中青团契，阮嘛重启过团契，而亲像名传长青，应该重新开启。另外，阮嘛有活络网络平台，恁学生爱伫网络顶管对无？安尼，阮就去网络顶管找恁来聚会。找你来认捌信用，我嘛恢复伫拜五暗，每个月最后一礼拜拜五暗的活动，大家学生拢真散对无？月底拢，我们年轻人说月底就要吃土了，安尼不要吃土啦，来大专中心做伙食饭，做伙食饭就做伙聚会，做伙聚会就做伙来认捌朋友，认捌信用，认捌上帝。另外，我嘛希望我会当有更较侪资源连结，教会内底有真侪各行各业的专家，阮的学生嘛希望会当听到真侪专讲，了解这个世界。若是你有啥物专长，邀请你会当阮的学训内底卷子头前有一个 QR code， 你会当扫描 QR code 来内底讲啊，我是什么专家，我很愿意去长青团去演讲。我也很愿意来关心学生。最后，请大家为阮来祈祷，为什么代志？头一项，为着阮所有的团契，这学训的后壁有团契的列表。一年52礼拜，阴暗，你要困之前，请为着其中一个团契来祈祷。可能是你对遐毕业，还是你知影哇，阮孙读台大。安尼我来替台大团契来祈祷。第二件，为着学生中心的同工的灵魂体来祈祷。每一个牧者，每一个同工拢需要大家用大祷来支持。最后是为着阮的经费来祈祷。对了，我讲到陪伴学生这件代志，是爱真开时间，开时间嘛爱开人员，所以。阮中心上重要的支出就是上重要的支出就是人事费。总是，阮嘛知影，咱教会定定拢是一时奉献，对无？看到这个博贤传道来分享，足感动，我奉献100万，阮需要100万，无毋对啦。总是，阮更较需要啥？更较需要咱每一个月定期的奉献，300块、500块、1000块。逐个月的奉献，对阮的帮助是更较稳定，互阮未来通做的工作会更较顺遂。所以邀请大家会当扫这 QR code， 就当看到台北大专的活动有啥，会看到阮 FB、阮的 Instagram、
阮的 YouTube， 你就会当了解大专中心伫咧做啥。嘛会当加入阮的后援会，就是我对咱讲的捐滴奉献，帮助台北大专。邀请大家会当成做这个时代前人的守护者。感谢大家。那么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咱做伙来感谢，请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神的主，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天父上帝赐阮真做你的路用，有份伫你的圣工内面。通过奉献，我们要将对你来的金钱、时间、才调、气力、恭敬奉献伫你的手中。求上帝悦纳，真做圣工路用。感谢祈祷，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
系，咱本主任是总会所定北区大专事工的奉献主任，咱感谢淡水马街病院张宣凯牧师、张牧师代表北区大专中心前来本会1、2、3场来正道，王宝贤传道也代表来1、2、3场来请安以及事工的报告。另外有树林重青曹彩群同学前往本会第4场礼拜来做见证的分享，愿上帝祝福大专中心所做的校园事工以及大学生信仰生活甲实践。小会事工，咱伫会员会中间选出2位姊妹。选出陈秀美姊妹甲廖玲珠姊妹担任今年度的检查委员。咱请看这2位姊妹的简历。3月初5是咱野外礼拜的日子，也就是后礼拜日。因为这边出门有16台车。所以有一些事工，请兄弟大家特别注意。请咱详细认真来看，特别是这个翠暗，甲咱的名牌，随时爱甲咱的身躯甲做伙。若会当拄好，咱当天爱炸雨伞，预防落雨天气无好。咱当天伫本场的礼拜，敢若有第1场的礼拜，所以第2场、第3场的礼拜，参加的人可能就是爱来看线顶的礼拜。具体关怀的部分，恭喜本会英文牧区的会友韦宇航弟兄甲王永慈姐妹，因定伫3月初4，就是这礼拜6的下午3点，伫本会10楼礼拜堂要来举行结婚感恩的礼拜，欢迎大家来观礼，也愿上帝祝福予新人。第5点，设教710周年的研讨会的事工。伫设教710周年这个规年的中间，咱针对现今各教会所面对的各项问题，举办4场专题的研讨会。咱期待正教会会当做伙来研讨，共同面对，彼此同工，彼此来服侍。这4场的时间，请咱详细来看。这个研讨会中间，咱用实体。甲通过全台连线的线顶的同步来进行，请大家来关心。报告以上，要请杨牧师来欢迎来宾。两位兄弟大家平安。我先来简单做一个补充的报告哈。咱后礼拜要做野外礼拜，这是咱一个真大型的活动啦，所以有几点特别去甲咱提醒哈。恁若有报名的8点40，咱伫教会1楼集合9点就要准时出发咯，你9点5分来，可能我拢已经出发啦，所以一定爱准时搁甲咱提醒爱准时你摆伫对一车咱已经拢有整理出来搭伫外口的壁顶咱等下先看一下嘛毋通后礼拜来才要找看第几车安尼会合袂赴先确定你第几车后礼拜来会当真顺利摕到你的名牌安尼互咱的顺序会当较好势啦游玩咱伫因咱要坐车要去安养中心，所以咱游玩爱挂口罩这互咱会当小可注意好。今日刚好第一摆和咱做伙聚会的兄弟，那无安尼咱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互阮会当通过你的话来得到提醒，得到帮助。恳求你，互阮会当常常会记得，好好来把握，认真来过你互阮的每一天。互阮的性命会当做有意义、你所欢喜、爱阮做的代志。做阮即时特别为弟兄姊妹，逐款的欠缺需要，做伙来祈祷。无论是身体有病痛，需要你医治的；家庭有啥物款的困难，需要你帮助的。主将这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用你教育用的恩典来款待阮，听阮的祈祷。特别为着大专中心的需要来祈祷。恳求你通过这所有的同工，因的服侍，因的调拨，
陪伴这大专生伫因真重要人生的阶段，会当来牵调你、认捌你，成做因一生的帮助甲快乐。将大专中心因的欠缺需要，也拢交伫你的手，困去你的亲自来束缚带领。搁一届将阮所敬听的蔡牧师伊的需要也交伫你的手，困去你有缘来看顾保守伊，为身体当紧紧来得到恢复，日日得到勇健，会当早一日倒来向阮做伙来服侍你。将阮一切欠缺需要拢摆在你面前，恳求你听阮祈祷，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上行510首，俄罗天地主宰，俄罗天顶主宰，请起立来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相通，甲恁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社温，强受切恳。